里为
谁放两不知？人生如此，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在吗？哦，妹妹慢走。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从今之后就撩开手吧。说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到又是终日相望空欢笑。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心爱的东西平安你听，还怕那样万福是不知道我亲自张张健健来照亮，你啥烦恼我担忧，你啥开眼我心想。我你同桌吃饭同上菜，像一母所生的亲同胞。十指望亲亲热热十到底，中间的我俩情谊比谁好？谁知道妹妹生那里心也烫？是今是你瞎着眼睛把我讲，三朝四夕不理我是抱怨身为落怕带烦恼。我与托你当年是马爷呀好，为什么你眼儿皮子将我跑？你有谁说也是啥也好，为什么被人托是你常备好？你叫我不明不白过里梦啊！我就是为你死了，一日过却死的归还，冤难告。
再哭，快，子女还滚上你！你要死了，动手动脚的。十万方不要紧，不觉动摇手，也许顾不得死活。你既这么说，我来问你，哪天我到怡永院去，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此话从哪里说起啊？怪不得你不理我。好，我只管这样呆呆妹妹，叫我立刻就死好了。才那一天啊，我不过长台湾天生灰，来访你兵作公担心，谁知道受了你丫头言情，上了你永远里闭门根，撇下我默默凄凉对院门，遍体深爱梨花尽。哪有人你蒙人都不离身，今日有别志在彼此80年。好妹妹，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那天只有包姐姐来说过一回。定是丫头们观出来的好人。等我回去问出是谁，我定要教训他们。是要教训才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有什么包姑娘来了，贝姑娘也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扩大了。你又来了，哎，你到底是欺我你还是追我啊？这有什么要紧呢？哎呀，劲都抱起来了，婉洁的一脸寒你意。好妹妹，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顾上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日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连你的意思啥天天不让，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日不费了心，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分了。你正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多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是能宽为心，病就好也。妹妹慢走，你真让我说一句话，再说好不好？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个心从来也不关实，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心软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管告诉人，只好爱上，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呢。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啊，好妹妹。
就起点吧。子娟，你哭什么？我哪里能够死呢？姑娘，一姑娘心事手桌上思深，怎么样叫我自娟真过人？断崖见你摊开手，水面的人色烟头，镜子里只见你容颜瘦，枕头边只叫你泪湿头。姑娘啊，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真经得东儿到城下流到心。姑娘啊，你要多保养在莫愁，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放开你眉上舒服中你好心好意，我见知你最近劝过我多少次，真的是一生病过。一篮子翻滚风月，飞呀子，自落得路远山高家难归。地老天荒，谁得死？姑娘，你身世乃是保护人，再莫说这样的娃儿同身心。世间上总有良药苦视频，更何况祖宗都是同你的人，老祖宗当你长长针，众姐妹提亲你的哎呀，自觉
在
谁？剩下关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艺府舞台参加陈志美老师的专场。那么在这里祝陈老师专场圆满成功。送给大家的是《玉簪记》偷诗选段。苗草笑声虚度孩儿岁，此心相连，真心相爱，第一位。推冠出色仙姑美，风景仰慕心一醉，一骑登绝一曲同，浓颜更惜两情相依空生辉，男儿挥洒相思泪，不管素色怕貌美。
深深藏心内。今生偶见女儿子，必真是欣喜时光，但他也枉为良心恩爱已难分，天赐你我配承担，你是冰清玉洁一姊妹，我愿乘风化雨不相来，你是一人不转云中去，我也问非千里苦在今生我啥为了你，化作中姑娘你同大娘你在今生我啥为了你，天子地灭雷轰天劈，团水团家却亲却皮，来世做过却得归，来世做过却得谢谢大家的掌声。那么接下来再献给大家的是真假驸马选段，送给大家。晴天霹雳将我苍天
想金虫之女牡丹小姐与你定于婚呀，不因亲王家派，无奈只得到金府投亲。若不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呀。许明我在逼迫谈判，朝堂公道，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是我那牡丹小姐心意之后，唉，好不外门生意。是为苏王读书去吧。
莫非是牡丹小姐当下面的三家牡丹，恰有为不是天下。呀，果真是牡丹小姐到此，哎呀，小生非常愿意，哎呀，有罪呀，是有罪啊！不光啊，是不光啊。小姐，小生不忘记，何不月下当时？小姐，请手。啊，你也请手。我与。咋啦？小姐，请坐。请坐。好一位美貌的小姐呀！一位英俊的小姐也。小姐，咋啦？是身边张玉，真乃是无缘乃不容有情。今来多怪小姐来，莫非眼前都这位弟弟做事千丝碎，来郎君王君不等分真婚，风雷暖谁人理？孤苦凄凌无人问，男儿子弟心不安，因此我
事，你此生传功难折回。牡丹永不变初心，但愿得夫妻欢愉长相许。且比那玉堂金谁分？他不但道理风声容易美，更与那无配傲气定生情。无道姻缘亦无味，恰在知啊情啊家有相亲。交关谢谢大家对我的掌声，谢谢。首先祝阿拉王老师学生子桃李满天下，再一祝陈志美个人演唱会的圆满成功。好，下面我再唱一段《孟丽君》里向的《经典佳慧》。神香永别，孟丽君就是我啊名为老家就在云乱昏迷孤楼间，地地中道忙日圆，娘亲我日迷喜归，只有某找许配，许配那就是他遇上我情得意是两相神香啊神香十万有你才的曲子可真对，那年丽君真无谁，韶华财富摆开来，他与我青梅竹马同温山，他为我
石头上是落尘埃，左边留有八恩，再不幸可问老公爹。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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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交关谢谢大家对我是一个鼓励，因为我现在的年龄已经不比当年。真的，当年唱起来嘛，的确有点年纪轻嘛，水灵灵的。那现在这个不晓得当几这个责任，我咋讲不出来。所以大家对我真的是一种鼓励，我这个一点蛮拎得清的。真的，并不是我唱得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得是搿能样子。不会得还能样子，正因为是难得碰头的，我后面呢再唱一段，也是因为后面一场戏是折子戏是孟丽君呀，所以我唱孟丽君的片段，后面是孟丽君里向送信，好吧？谢谢。来送信，酒量也要真相，今日去出征。想必是孟丽君3月不及罢，相思失身几人病。小姐呀，小姐，你上身令我水过恰巧意，风不歇，只有两侧去冰冰，真乃是太儿寿诞3月3，2月底，8日每期吉祥里，3天时差，你怎样应？元帅之兵刃，又是如针。一步棋没用来担心，西陵人是哦去接令。往前啊，往前！丹青啊，丹青，究竟是你向那李丞相，还是李丞相向你？究竟你们两个确实相像，还是你就是李丞相，李丞相就是你呀？哎呀，你呀你呀！你真把我捉弄的，你真把我捉弄的好可怜。放胆听心家唱，
上八戒无自在，天天攀登不小心，夜夜梦为彼思量，丹青分明相曾相，两股面貌一般模样。当感情啊，是真啊想，是真是假，是灵是他，比猜想。他咋不是画中人？为什么你太人用多相仿？他咋本是画中人？为什么自信不肯露红章？真想他对我话中有冤枉，做父母留下印在身上。今日脱贫亲真相，我定要察言观色团圆哎呀，嫂原来是弟弟母亲来了啊！弟弟母亲，请坐啊！儿啊，据书信已经送去丞相社即刻举到，这就好了。儿啊，你说丞相就是毛利军，可是据为吾所知，那丞相家中早有妻室了啊！总有气色，也是严惩耳目。弟弟不信，喏，这是毛利军审我的私话间。想啊，与我上次见我宽边的丞相是一模一样。老爷，来，你来看。却有相像之处。好，稍息丞相到此，我们举并此话，请去认他。哎，夫人，想这世上相似的甚多，更何况？哎呀，老爷，你与丞相同朝3年，竟分不清他是男是女，我看你呀，真是老糊涂了。我可不会像你这样鲁莽。我说你糊涂，我说你鲁莽，你糊涂，你鲁莽。哎，弟弟母亲不要吵了，稍事丞相一到，便知分晓。丞相到，他真的来了。儿啊，你这个病人也得当班的哟。哎呀，夫人。前世
房，细细扶手好清静。为什么啊不见有人帮看你？莫非是二老不知真相道？莫非是少娃的病史真不清？莫非是这病中还有病？我还需谁见病？不留神。瓶中的丝袜确实是精致得很啊！这丝袜的布脚倒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呢。哎，说的还是钟小王亲手所写、亲手所画的呢。我们就在这里等候钟小王。不知丞相驾到，老夫有失有礼，失礼呀是失礼。王元忠，钟小王的病死怎样了？小儿他哟，得软病倒。哎呀，儿啦，儿啦，钟小王，恩师，你可要救我的命啊！快收下，快收下。请丞相问了，老夫到后堂为丞相备酒设宴。老元忠，不用客气了，应该，请坐，请坐。钟小王，伸手过来，我来替你按马。
恩师，我生的是什么病啊？你呀，生的乃是急性病。急性病哦，只怕是关火太旺了吧？哎，我可是营养失调吧？啊，此病不要紧，数日以后，宁蒙太儿寿诞，太儿寿诞一过，怎么样？八卦延期，心慌神怡呀！哦，喏，此乃将心所起，解操。有生的病，岂是上呀所以呀？我看这一想也用不上。用法当教时候是。恩师，什么羡慕？学生生的是死盲病啊！哦，谁有所思，夜有所梦。哦，死梦病。不，学生的病那是为那是为他而起的呀！哦，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恩师，这是万里君神母的一幅字画像。哦，这是孟丽君的字画像，那我倒要仔细地看上一看呐。恩师，请看。画得好是画得好啊，画得像是画得像啊！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哦，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有一张作不一样，有心在把心画像。恩师，黄土早啊与忙里去，早晨还是在门定鸳鸯。年轻，你得了这样一位诗花诗月的小姐，真是福分不浅咯。可惜是王榜贴出三月多，一见他对岸露真相。恩师啊，你英俊作我二家英，真乃是画饼真能从居上。眼前呀，好风来是同在场，青云有路总能上。你与他有情人总能成眷属。哦，你何须交叉不用花？此今日好风雨来碰不着，只怕他做了高官把旧情放。我为他策马匆匆上挂念，我为他画不离身3年长，一片真情比天亮。他无动于衷为哪张
就为上，他今亲亲为我思念上，他很深深愿我就近旁，他孙女女女中对此挖苦我此爱，我万千苦中他情不想，常言道三味浓，啥难测，我心中有话真名讲，生死伴君是伴夫，一旦有要父忙，见人为事我真下当，少话呀再难杀人的此情，你不体谅，忙里去呀，忙里去！你我近在咫尺，恰似同马路一样。你呀，你呀！看不君退去啊不，你的心事瞒不过我，平时为万千君在，担心在里杀人啊不。3年来你兵瓦乱，西家园，四出有因，万不得已才有错。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无仇万岁不让步，他日怎样将你在宫外来，我不是赴汤与桃花。李君啊，倘若是万岁赐福刘家女，你叫我是我去大夫。八日爱妻去江湾，期末有余再蹉跎。你咋再把事情误？你不申诉，我申诉。你咋再把夫妻人？我定当你不尽挂你为了我。听说
神石道，西里梅花照紫翠，古老东风都叮咛，他恰像晚开的木犀。继续问我定，约定你。王立群啊，王立群，你当是什么呀？我真为公正把身体，恰用手满可比心，原来是旁查安静，台查清后，来是台灯台谁带领，杀得开来帮助可不得。安前特先富不尽，少娃呀，家国是一门，金大专破万人，儿女情，你实在不懂。女心，王立群啊，王立群，你的心肠实在是太狠了。这是你错怪啊？什么？啊！这是你错怪他了。儿子，你怎么知道我错怪他了呢？这言情，计算他官道远远走天涯，平时和内心女子有志向，言情里恩重是山对他，怎么样？他定位心深似海，来报丧。你是这的亲娘，哎呀，我的好媳妇啊！老院中，忠孝王神志不清，急需结扎用药，就此告知。哎呀，弟弟母亲的，你呀，老爷，你呀。长陵园中波罗
万岁，请拿。君臣苍马万万应，不与华人须才寻。常着他风流相公是才女，岂不是期待家人天子真？在今天不用一头，曾小心与上林，再是与罗团成行。君臣上马问应，一路心中真，家宴社公你早真，我来要问与上林，看万岁定然别有意，我给留神此千人。丞相请拿。万岁请。上林山城好风光，君有城关空关上，城南飞过多玲珑，华灯吊亮好辉煌，哎呀，林青，你来看哟！穿云中，红颜飞过真
是真是从有汗水草，父子草莫啥有情，真理寻人情当比草情我咿咿呀呀去跳动，他嗦嗦淡淡挖堂风。我团一水落山海明，我看他也用我造家工，丞相啊，请问才是谁？长起风，正与你记心灵得家云松，此次请教上言。好。清风有旨，难杂音啊！明月父子空照谁？云破山去，天有阴将身作尽，地府心。半场圣坛交与我，此后下根啊！前人峭壁，劝教子且早为等。李青才挖高才中，虚借自己好的从。有此也乃自今是公开放听过好自同。我挥舞流扫非自杀。李青，啊呀呀，真过于花中美人跌不长。啊，李青，来此一次称留杀家，你我骑马过桥啊！去哪？请。李青，请哪？李青不管，开张来无你。你真是计上家，请啊！小心了啊！
万子比力勇，为什么偏袒骄人夺金黄？只因我自幼多病长教养，从小在父母宠爱中，温柔教子多骑马，因此我上桥先把马缰送。啊，那你我下马而赢呐？此次多谢万岁。新官来到龙子边，见龙子中代代有缘七岁中，我与亲啊水里照应，应尘上正好比夜龙一梦。心相通，但谁此话理千通，君人怎可比龙凤？君是真，一副富帅手眼底，真把君万家有路，上是兄。君恩是为我子婿，可是为了先是君。哎，可是多帮明着两的，少时你我同往天相关，君臣同饮一盅，事后啊，万岁，请再说不去，真的要生气了。来呀，愿众掌灯拜驾天相国。万岁，领去，来哟！
掌声，生死共鸣，人斗起千年倒影，人离去蓬莱仙境，我情愿受痛苦，白下雨淋。谢谢。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今晚的主角陈志美上台。非常感谢，台上的3位，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师姐，谢谢。现在呢，我请出今晚的那个嘉宾演员，那个明星演员们，有请，掌声有请。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呢，隆重请出黄派的恩师，黄派的宗师，我的恩师。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志美，今天最要感恩的是你的老师，来。志美，你陪着老师吧。正要把它接了，我看好不行，这个还烫。老师来，我都等一下，换电了。观众同志们，你们好！各位嘉宾，你们也辛苦了。这次志美办的专场，谢谢各位抽出了宝贵的意见，将来可以写信给他。你们这次到这里来捧场，我对志美谢谢大家。因为这次志美呢，她呢本来是专业团体的，因为有种种原因，她那个阶段不演出了。因为陈志美呢，她喜欢乐剧，也喜欢这个舞台，所以她呢虽然没有专业阶段演出，她呢还是搞业余经常演出。所以这一次她来演出，叫我讲2句话，要写。那我想我怎么写呢？那捧场不行，祝你胜利啊，祝你成功啊，我想不行。我写了2句，写在说明书上。我说，身在梨园不知难，再上依山金灯盘。本来呢，我是写苦灯盘。那么姊妹讲，她说老师我不苦，我呢只要把戏演好。那我说那更好，你比我还更好。我觉得呢，演一个戏倒是方便的，真正要演好是很难很苦的。他不知苦呢，我就把它改掉一个字，就是金灯盘。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你要勤奋，你要去攀登，你自己觉得到哪一个高度，那一定要继续努力。就是对你的鼓励，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放飞梦想，让我们衷心的祝愿陈之美在越剧王派艺术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不断走上新的台阶。借此机会，也让我们共同祝愿王文娟老师健康长寿，艺术之树长青。